酸棗仁泡茶有好好嘅助眠功效。今日咧就會根據唔同嘅體質分享兩款嘅酸棗仁泡茶。第一款紅棗玫瑰花酸棗仁茶就適合啦一啲體質虛寒嘅人士，亦能夠舒緩婦女經期或者更年期嘅不適。不過咧就唔好喺來經嘅時候飲用。而第二款呢，呢個菊花杞子酸棗仁茶咧就適合肝火大嘅人群啦。如果你係好容易口乾眼乾，個人好煩躁，咁呢款酸棗仁茶清肝明目有助眠，就適合煩躁嘅你。我哋會用炒過嘅酸棗仁，因為一般相信煮過酸棗仁咧係更能發揮功效。我哋將10g 嘅酸棗仁搗碎，跟住放入一個茶包袋。2粒紅棗浸軟之後切片，擺埋落個杯度啦。8粒嘅玫瑰花蕾，300ml 滾水。第二款亦都係將10g 搗碎咗嘅酸棗仁擺落個杯度，12粒嘅胎菊，12粒嘅鮮杞子，加入300ml 嘅滾水。兩個咧都係焗15分鐘，咁就做好噶啦。因應你嘅體質，選擇適合嘅助眠酸棗仁茶。